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捷径让女生快速的喜欢上你呢？以下几点，听好了。第一，你的印象，这里说的不是长相，而是你是否愿意抽出一些时间去打理自己，每天早上抽出一些时间去整理自己的发型，让自己穿着更加的整洁。第二，热爱运动，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积极向上、热爱生活的人。第三，学会沟通，扩大自己的社交圈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第四，停止抱怨，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满身负能量的人哦。你了解了吗？关注暖暖，每天带你找新知识。如果这个女生主动跟你说早安，那就证明人家多少对你有一些兴趣。还有很多钢铁侠在回答女生早安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：怎么起那么早？吃早餐了吗？几点上班呀？在这个美妙的早晨，这样的回答让女生对你直接丧失了兴趣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，撩一下女生：怎么起这么早？难道昨天晚上想我没睡好觉吗？怎么起那么晚？难道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有我的美梦吗？然后再配上一个坏坏的表情包，相信这个早晨女生就小鹿乱撞咯。突如其来和意料之外才能真正的达到撩妹的效果。比如你和女生聊天的时候，突然间来一句我好饿呀，女生一般都会说吃吗？吃什么？而你只要回复一句吃你啊。再比如你对女生说我突然有点怕你，女生问怕什么呀？你就可以说因为我怕老婆呀。这就是简单的语言刺激，就算他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也已经甜开了花啦。你学会了吗？女生说你长得不好看，这时你就可以这样子回复她：我这么风趣又聪明的男人，如果再长得好看一些，那要让别的男人怎么活呀？女生说要你管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回：我只是可怜那些不懂事的小青年，想顺手拉一把，不领情就算了。女生说你怎么这么会撩妹？这个时候你可以回：别把我和那些小流氓相比，我不会撩妹，我只是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而已，为了以后让我的媳妇儿和我在一起不无聊啊。你学会了吗？你可以给女生发：糟糕，我的微信出毛病了，硬是给你发信息，拦都拦不住。如果女生说你脑子有病吧，那你就可以这样说：是啊，一刻不想你就头疼，是有点问题了。如果女生说你好会撩啊，你就可以这样说：我只是对喜欢的人幽默风趣一点而已。你学会了吗？